上世紀70年代，中美關係破冰，中國嘅針刺麻醉手術喺美國掀起針灸熱。針灸同其他中醫藥療法已經傳遍世界。據世衛統計，有113個會員國認可使用針灸。總部設喺中國嘅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，擁有246個會員團體，遍及62個國家同地區。除咗治病救人，喺奧運賽場，飛魚菲比斯等眾多星級運動員身上都有拔罐留低嘅紅印。佢哋認為咁樣可以幫助佢哋表現更加出色。為咗進一步推廣中醫藥，中國同40多個國家、地區或者國際組織簽訂中醫藥合作協議。中國援外醫療隊嘅足跡走遍76個國家同地區，每年仲有超過1萬名留學生來華學習中醫藥。作為傳統智慧嘅中醫藥，正跨越國界同全世界醫者肩並肩，一同解決人類嘅健康問題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